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喺你家用欣赏土豆空天是可能研究的哦。我们今天哦，放起来，统一下，热身一下，因为基本上来做一些重量训练。大家热身的时间，我们开始替的会做开罐器的动作。开罐器的动作呢，我们现在会两脚与肩同宽，两手打直之后，那我们会做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。对，转身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脚还是要跟着去动，把我们的髋关节去打开来。那我们大致整个5下就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一般米呢，我会做一点斜向左上，左上右下的一个动作，来左上右下。那身体的话呢，我们尽量把它转到身体的另外一侧，髋关节的部分也把它转动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现在换个方向，右上左下，1、3、4。好，那这个髋关节我们做完了。第二个动作呢是十字架的一个旋转。那我们先趴在地上，放轻松。之后我们先转身到左侧的方向，不管的那脊椎放松。我们这个脚是留在原地的。好，1、2、3，好，之后换边，很紧。那我们慢慢的把它放松，1、2、3，好，换边，1、2、3，慢慢用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重力压的一个动作，1、2、3，好，我们再一次，然后1、2、3，来换边，我们脚留在原地，不用去做旋转，把我们的脊椎跟胸椎给打开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第3个动作我们前侧跟45度的一个弓箭步的暖身。那我们先做前，左脚向前之后，那我们弓箭步尽量你把重心朝下。膝盖不要前推，那我们身体呢向后仰，之后侧45，侧边，好，来换脚向前，好45，来侧边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来左脚前45，侧。好，换脚，前，侧，好 ，OK， 等今天身体压起来哦，多时间陆屯老师用下来做居家的重量训练。好，今天身体压起来哦，屯老师来做一些运动，今天来做肩膀的一个运动。今天多时间肩膀的运动时间，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所谓的小肌群，或者是一个肩膀所谓的一个伸展放松的运动。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家里的弹力带的一个部分来去做一个活动。那我们在家的话，我们可以准备一种灯呢，灯呢一天要有一点重量，因为多时间用弹力带要绑的时间，要做伸展动作时间，要灯呢要有一点重量。我们多时间灯呢我不能绑来绑去呢。找一个，其实路卡那大的沙发的一个角落，一个手把的部分，它其实都有这个重量，都可以来去做绑。因为这个弹力带怎么绑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就绕过，你如果讲灯内有扶手你就把它绕过去，穿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讲，根本路卡某这个扶手的，
我要重量嘿，唔可以讲口语法，这个扳的时间，你可以把它扳起来，套在这个椅子底下，也可以，好，或者是椅脚的部分一样，你也可以刚刚透过那个手把的这个方式去做这个绑的一个动作，也都可以。哦，反正我们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呢，把它绑着固定住，让你到时候要伸展去做拉的动作的时候，你如果一定有得固定动作如何诶，我们按你紧不紧，把它绑在这个手把上。我要肩膀伸展的运动的时间啦，那你根本会做这个肩膀呢，它其实如前面好，伊在前面中间，从后背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组合而成啊，所以我们讲就是它有前束、中束跟后束的部分。那我们等一下会从后束的部分先开始做起，做到中束跟做到前束的一个伸展。那当然，你透过这个轻的弹力带，你就可以做到你这个所谓比较小的一个肌群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们先把动作先示范一下。后束的部分呢，一样，我们两脚你就与肩同宽，或者是稍微微微的窄一点也都没有关系。那这个动作的一个要点就是，等你手呀，力量从哪里来，多时间你就把它哪里回去，也就是一条手嘅，如果切切的绑出去，还在数几来如何的？你即个莫讲哦，安尼去绑伊，安尼去绑伊，唔是，你切只绑出去落背水平。哦，再数过来如何？按后束的部分，那我们今天膝盖微弯，微微的弯曲就好了，你不用说蹲得那么低，你就微弯，上半身就把它做一个前倾的动作，一样。我们讲，所有的重量训练啊，你就把你的背都把它打直，好，颈椎的部分你就顺势的一个角度平就好了。所以基本上你很多的动作，眼睛都会看的大概是斜下方45度。你不用去硬去抬起来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重量力量不够的时候，你的颈椎会出力，一出力有些人可能会容易受伤的那个，就会把颈椎弄受伤，这样就对了。那我们现在后束的部分一样，两脚自然打开，膝盖微弯，上半身保持正直之后，好，弹力带的力量在哪里，你就往哪里去拉，拉出去。那我们这个手肘呢，你自然你就用手肘、肩膀。也就是上臂的这个力量去带就好了。哎呀，手腕啊跟手指，你就把弹力带抓牢，你也不用去太出力，只要把它牢牢的抓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说到时候你一拉，它会弹掉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后束的部分带起来之后，有一个要领是，你上起来之后，把你的手肘往你的后方去带，会超过你的身体的后方的一个部分，来到后方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后束的部分去做一个压缩。那压缩完呢，那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把弹力带朝着它原本的方向回收回去，这样子我们的肌肉一样，它才会做一个伸展。那这个弹力带的长度，去把它做一点拿捏。不会有一堆张力，维持一个张力存在。好，绑起来，回去，好，绑起来，回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有一个伸展、压缩、伸展的一个动作要领。我们现在示范中束的部分。好，那中束的部分呢，一样，我们把弹力带现在放到手的后方。那我们在拉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肩膀举到水平的一个位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回去的时候一样，照着弹力带的方向回收回去。这个时候它就是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。压缩、伸展。那这个就是所谓中束的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。那前束的部分呢？我们现在要伸展这个前面的一个部分的时候，一样，那我们刚刚弹力带，我们的站姿是朝正后方，所以你的身体跟你的弹力带，它是一个平行的一个方向。那我们现在要做前束的部分，我们会把身体微微的转向约45度的一个概念。那拉的时候一样，拉起来之后，你会有一个
转的一个部分。比如说你的手转上来的时候，会有转到你身体的前方，回去的时候一样，回到你弹力带原本的那个方向。哦，一样，弹力带的张力你还是尽量维持住。上拉，来到身体的前方，好，再回收回去，再拉。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后、中、前的一个部分。哦，那我们基本上这个部分的一个规划部分啊，基本上啊，我用3组7下，如果后束我起的，中束我做其他，哦前束我做其他，哪一部分？所谓如果3×7的一个概念，我们今天来做一堆示范的一个部分。我们现在后束的部分，1、2、3，好，一样，颈椎你就维持住，看着下方45度就好，你不用把它抬头。好，4、5、6、7，好，我们现在换中束的部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前束，身体站微微45度，前拉到身体前方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这只手做完了，那很多时间可以换边来去做。那多时间呢，在做的同时当中，我们在做这个绳子就切换的时候，同时休息一下之后，一样我们可以做换边的动作。你如果卡还有法，当然这片都可以做哦。你看做左边左手的部分，后束的部分，一样微弯，身体正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后面的一个部分，中束的一个部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转向前束的部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压入肩膀的一个所谓的前束、中束、后束的我们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，哦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